伯爷和石大人今日前来班府家宴，真是给足了本宫面子。希望两位不必拘束，务必尽兴。郡主，这是西域新来的上等胭脂，整个京城仅此一盒。朕郡主正好。那咱们先吃饭吧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来来来，一块儿吃！对，来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不然菜都凉了。快！来，娘，您尝尝这个。来，夫人，谢谢老爷。石大人，听说你在战场上以一当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！世子谬赞了。来，此番严家抬棺闹事，有劳石大人及时阻止。本宫以茶代酒，谢石大人。此乃晚辈职责所在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。娘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事儿啊，承安伯当居首功。这件事情啊，他侯爷言重了。先不说在下与侯爷同朝为官，且说路遇不平时，凡人皆有拔刀使。哦，那本宫也一并谢过伯爷了，感谢对班府如此关心。伯爷这样的聪慧之人，一定明白本宫的一片心意。伯爷之情，定当敏感五内，请来，我陪一下。殿下言重了。好，来。花花，你是当世之人，总该表示一番吧？祖母这是存心难为我吗？画画，感谢二位大人相助，那我先干为敬。郡主豪气，在下佩服。干了。请。娘，我敬您一个。郡主近日为颜真一事所扰，寝食难安。今日看来清瘦了不少，少些饮酒，此菜滋补，或可多食。来，容伯爷言之有理，此汤凝神清心，宜多饮。还是此菜更为滋补。